白白风采已經2年冷嘞，高雄參南區台灣人氣地圖沙市長演出名氣有間教堂存在基地為信仰中心。我將綠山環面的環名區沙漠設計信仰中心數開壓力。普通來講，宗教做的就問題人心的力量，所以環名區民眾也表態欣賞，希望在有一個廟本基地的進行如何寄託。行入去三亞區嘅太陽區，除了看得到規劃好嘅永久屋，行到人出名區，還可以看得到兩處教堂。但是，一來到漢民區，三冇任何一處嘅信仰中心，也對你相同從在區行到一片嘅出名來講，實在無法度運下來。過去在每個鄰里、每個部落都有類似像土地公廟，或者像我們客家鄉親的背公啊廟這樣。那目前在這個區塊，目前這裡是還是沒有的，所以說這個部分在鄉親他們可能會在精神上會感到比較壓抑，沒有一個依託。還有人氣據媒體表示，目前人氣出面差唔多有2000位，其中漢民的人口就佔了60%。民眾提無仲沒有支持下，面對神法壓迫的時節，就社會的排解乾土。對到人哋高雄市政府無拉克重建委員會表示，未來將會喺漢民區還有原住民區設置出乎所需要的宗教信仰中心，就將這個平地區、漢民區、桃園區跟南瑪峽區跟小林社區都規劃有一個各自留社的一個文化宗教的一個留社的一個用地。也都已經完成了配置，那這個部分要等到最後面核定版的資料出來之後，會再向那個住民們辦一個更確認的一個說明會。好不容易從八八風災地區行出來，睇睇村的居民，竟需要一份滿天人性的力量，但是也嘅需要仲沒有建設需求，已經提出將近2年嚟，還係無下落。後面企業出面，還係希望重建委員會。加速改革仲沒有建設問題，本體人氣地區嘅原住民同漢民，泸州的前面到精神的依靠。客家新聞陳粉芝，高雄報道。